因為台灣河務專題報道，繼續同大家來看，台灣市4星期研究個人化到當嚴重，冇超入嘅機會，後生人造成到外地去，但係水準也唔好，係而家全日本造成到了憲法津貼研究最多嘅企業，這就民間企業 NICE 公司對嚟為判社會出測，本阿公阿婆還有重大商業戶嗱身心障礙者而家大嘅地方。全面照顧到佢哋嘅生活，做好基礎嘅檢測，談起來目前河川嘅勝利 ，NICE 公司要做下去。日本政府有冇記得哪啲鼓勵到機制？向來看台灣民間版嘅社會出測。都市大樓活動項一搭4年內，總嘅各種各樣嘅青菜果子，也就開起88歲嘅廚夫先將阿伯婆個用心治理出來嘅。也當睇台灣市時尚企業範圍喎，係NICE企業專門標本老人家喺嚟社會出測，打造出本老人家安心過生嘅蔬菜含啦。NICE企業還想辦法，為喺睇亞嘅老人家喺到韓國歡喜，還提供教育發通。それは皆さん入居者の方がここに置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花屋とかそういうふうな遊びのもので、そして今ちょっと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ちらの方でハイキング行くのが好きやいう方がおられ。NICE企業對2002年起始提時尚期判社會出測，一下已經有5棟179戶專門聘人喺嚟服嘅，來滿足無強用族群嘅需求。了前嘅生理無人做，也看起來目前河川嘅出租出測事業。NICE企業用為作為路基諾，原來日本政府提供建設經費補助，長期代理融資，大數業者租金補貼，月也上太獎勵。NICE企業就有穩穩嘅業務水準業，維持得基本營運。それで採算性についてはギリギリですね。要するに銀行返済がずっと25年とか30年とかある中で一定の入居率を確保して相応の利回りは確保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公司細細嘢，務求愛賺大錢，生生就出大事業。QQ 嘅社企本單愛做乜嘅，就特殊特約，一旦同意改錯出重新嘅基礎機費，打錯出古道出測、古道沙貨、古道社企經濟嘅台版 NICE 號調。下個新聞蔡依從送音樂日本台版報道。